没想到什么啊？没想到你是要成为我的法定小老婆，想想也觉得划算。肤浅。爸，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啊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会查清楚的。东东，我有句话要跟你说。人我已经给你选了，就是那个段飞。一会儿你去民政局登记吧。爸，你让我结婚？是的，你开什么玩笑啊？我没开玩笑。东东，相信爸爸给你选对的人。你准备一下，马上去吧。爸，这种事儿您好歹也得跟我商量一下吧，您不能这么武断。我说这句话都太突然，我现在也顾不了那么多。这段婚姻不仅仅是关系到你的个人生活，更关系到整个红鼎集团乃至云家的命运。爸，我是您女儿，结婚这么大的事儿，您不能这么亲自替我做决定的。这件事就这么定了。如果我要是不答应呢？你就不是我的女儿。爸，你怎么能……袁总您好，您现在的身体情况，我们建议您进一步的留院观察，做一个更加全面的全身检查。哎，你们家小姐怎么还不来啊？赶紧催催！哎，我是来结婚的，你们穿着黑西装，戴个黑墨镜，已经够不吉利了。云小姐，你怎么才来啊？难得呀，过了这么多年，你还记得我？我怎么能把最霸道的云大小姐给忘了呀？是吗？可我认识的段飞，是不会弄丢这个的。你的腕带呢？哦，那个腕带啊，早都不知道它丢哪儿去了。那看来，这条腕带不是你的了。没想到，真没想到。没想到什么啊？没想到你是要成为我的法定小老婆，想想也觉得划算。肤浅。哎，我说我爸怎么会把希望寄托在你这种人身上？是不是你威胁我爸？一定是这样。云小姐，我也是受害者，连自由恋爱的权利都被剥夺了。段飞，你变了。我变帅了吧？得了，赶紧进去吧，再不进去，民政局的人都下班了。你们俩这是来办结婚的？
是啊。这世道还真是变了，现在结婚的一个个哭丧着脸，跟办离婚似的，真搞不懂你们年轻人。唉，从此我只能看一个女人了，为结束单身生活感慨一下。段飞，说够了没有？那我给你们办了。办吧。好，请二位去那边照张相。哎，你瞧你这副吃相，你是从哪个穷乡僻壤来的呀？你这要是让公司随便哪个同事看见，你让我怎么解释啊？啊，我跟人家说，这是一位韩国来的华侨，这么多年都没有吃过一顿饱饭的，素质低了点，你别介意啊。你说什么？我是你老公，不是你小孩，把我盯这么紧干嘛？不习惯啊，我们就保持距离。你老盯着我干什么？我看我老婆不行吗？你以后在外面可不可以不要老婆老婆的叫？是一个红顶的总裁，跟你这么一个身份不明的人在一块吃饭，我已经够说不清了。你以后出去不准跟别人说你跟我结过婚啊！求之不得啊！哎，咱俩结婚都是我爸安排的，你不要以为你现在就是总裁丈夫了啊！等我有一天说服我爸了，你这么多年从哪儿来的，你就给我回哪儿去！아줌마, 뭐가 그렇게 말이 많아? 누가 들으면 막 두두두두두 막 총쏘는 줄 알겠다. 그리고 막 여자들 이렇게 호리호리하고 막 네 사장님 사랑해요 막 이러는데 너는 그냥 바주카포 들고 뿡 이런 느낌이야. 알아? 그리고 내가 당신이랑 계속 좋아서 결혼한 줄 알아? 아니야. 나도 너 안 좋아해. 어? 아, 어릴 때 그 예쁜 소녀가 괴물이 됐네 괴물이. 따라해봐. 괴물. 段飞，以后我听不懂的话，你不许再说了。 당연하죠. 哎，你别太过分啊！想吃就吃，不吃拉倒。对不起啊，这顿饭是我吃不了。再见。啊，不对，不见。一路顺风啊！